有時想嚟個說走就走嘅小旅行，近近地嘅最佳選擇一定係珠海啦。最近我就過咗嚟呢間中泉水療酒店玩咗一日，真係玩到唔捨得走啊！呢度係珠海第一個有匹克球嘅酒店，近期咁 hit 嘅匹克球，原來咁易上手咁好玩嘅。運動員梗係要放鬆下啦，呢度有個超正嘅恒溫水池，無論天氣凍定熱都好啱浸，暖粒粒嘅水溫真係可以洗走晒所有嘅疲勞啊，成個人都暖晒。除咗浸浴按摩，呢度簡直係大人細路嘅天堂啊！入邊有個超大嘅遊戲區，夾公仔、電競甚至唱 K 都有，玩足一日都唔會悶。最正係佢個免費飲食區，汽水、雪糕、生果任飲任食，最正係連住拉度都任食㗎。玩到攰仲可以去試埋佢哋嘅專業按摩，師傅手勢好正，按完真係成個人輕晒，所有疲勞都掃走晒啊！玩到咁夜，梗係要煮翻晚啦。佢哋嘅酒店房都超正㗎，連張床都可以調校高度，務求令你最舒服地放鬆。仲有智能語音系統同埋超大嘅浴缸可以慢慢浸，真係舒服到唔想走啊！瞓醒仲可以去做個磚添。記得要試埋佢哋嘅中菜東方御宴啊！菜式選擇多，味道又唔錯，特別係個龍蝦泡飯，真係食到舐舐味啊！珠海中泉水療靠近拱北同埋港珠澳口岸，仲有專車接送超方便。呢度食玩瞓一站式搞掂晒，間中離開香港輕鬆下，呢度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